来这位乡亲嘛是住伫个恒春的垦丁大街，因家4楼阁塌起嚟的顶路径，是规间互大风吹甲掀起来，伫个空中解体，这个铁片散到规涂骹。 顶路冷气机总害去无法度使用，这个铁片上落后壁，嘛甲厝边的厝下甲机车向害。看到这个景象的民众是着青惊，喊讲阿弥陀佛。 抗火顶铁厝摇甲真大力，冷气生活机拢伫要风扫落地，刷落来规片铁片，好大风扇甲一直喊，后一秒。 连续喊6摆的阿弥陀佛，眼前的铁厝也是互大风扇一个，人家厝4楼扛火顶的铁厝，规间就伫空中被拆除，铁片几乎无够3秒时间喷甲规涂骹。惊险的画面地点就伫屏东恒春。你讲弄歹人隔壁的民宿，厝顶个乌多巴拢讲弄歹，我来归钱啊。民众将影片抛去咧网络顶，写讲这是虾米坑，哪会食歹，引发着网友的讨论，讲实在伤过恐怖，也有人讲这袂输实咧拍电影同款。 两个人将大地铁棒扛起来，铁柱风吹10公尺远，落伫后壁巷仔内，刚缀伫人的厝顶。民众的厝顶风顶甲动起，喊走出来整理。是讲这规间的铁柱风吹甲飞起来，顶头的铁片直接吹甲骨力地，真正是真罕见。即便小见风台所带来的风雨，实在真不简单。 Hello， 我是冯薇芝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